字嚟，我唔包我咩？唔使驚。譬如咧，咁樣話，譬如話你拖掹我上嚟，定我掹你入嚟？你掹我易啲得㗎啦，你掹我易啲啦真係。OK，我拖你上嚟就。OK， 嗱呢個就地心吸引力啊嘛。呢個就係你喺上邊，你喺人哋下面嗰個拉你啊，唔信耶穌就拉你落嚟。二個咧，佢唔信耶穌咧，你拉佢上去咧，好難，係嘛？咁呢啲嘅 demonstration，所以咧，我哋要為我哋嘅配偶要祈禱，假如你丈夫仲未信耶穌咧，要為佢。咁咧信咗耶穌會啊，咁啊兩個一齊咧，咁啊當然啦，兩個一齊祈禱。所以我成日強調話，夫婦咧要一同嚟到祈禱。嚟到有個家庭嘅祭壇，呢個又可以喺邊度睇到？我哋一睇《申命記》嚇，《申命記》32章，呢個附帶又係將全福音，因為你假如你嘅家庭丈夫啊，或者兒女啊，或者太太唔信耶穌啊，你自己就比較艱難啲。《申命記》32章。258頁第30節，嗱呢度咧就講到個力量啊。32章第10節。未30節，32章30節，大家一齊讀啊！若不是他們的基石賣了他們，若不是耶和華交出他們，一人焉能追趕他們千人？二人焉能使萬人逃跑呢？嗱，呢度頭先咧喺傳道書嗰度講話，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，喂，兩個人同勞碌咧就同得美好嘅果效。呢度係講話，假如一個人都能夠追1000人，1000個仇敵 ，OK， 追趕即係話個仇敵喺你面前走啊，一個對1000，兩個咧應該對幾多？應該2000一個都成。最多對2000嘅，但係唔係喎，係即係幾多倍啊？10倍。係咪？兩個人咧，你追1萬，所以呢個力量好緊要啊！所以教會嘅同心嚟到希望福音，弟兄姊妹或者夫婦兩個人，佢追趕仇敵，我哋嘅仇敵真正嘅仇敵係邊個啊？魔鬼，係咪？教一個人你打或者你都 OK 嘅，都1000，即係嗰個效力冇咁。兩個人更好，所以傳福音咧，耶穌基督話兩個人一齊去啊！咁咧呢個係你就算見到講到嗰個人講到你口啞啞唔識嘅時候咧，咁係一個有識得答啦。